好的，各位小朋友，大家好啊！非常欢迎诸位来到我们灵山小镇年华湾。那么刚刚呢，我们的刘老师已经带大家完成了开笔礼的相关的仪式。那么在完成开笔礼之后啊，各位小朋友是不是觉得我们比刚刚更有活力了呢？啊，是的。那么刚刚刘老师带大家了解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也了解了烟花湾。那么接下来啊，老师要带大家了解什么呢？了解一个静的过程。很多小朋友都疑惑说这个东西是什么？那么我们先想一下，各位小朋友，我们从出生到现在，我们常做的、最开始做的2件事是什么？想一下，告诉老师。点蜡烛啊！出生下来第一件事情，我们学会的是什么？是不是学会说话？啊，叫爸爸妈妈啊，叫爸爸妈妈，学会说话。好，走路啊，这个小朋友非常好。我们学会做的第2件事情，就是刚刚这位小朋友说的走路，对吗？啊，我们学会了说话，学会了走路，证明我们从一个小宝宝成长成为我们今天一个富有完全能力一个小朋友。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各位小朋友，我们回想一下，我们在通常的过程之中，我们在通常走路的过程之中是什么样子的呢？摇摇摆摆的啊，很好。还有吗？啊，是不是我们在通常走路的过程之中，无论是和爸爸妈妈走，还是跟老师走，我们都会有一个交流，我们可以说话，对吗？啊，对。但是今天，各位小朋友来到拈花湾，我们要锻炼自己的心性和耐力，所以说，在一会儿跟老师进行今天的拈花惊行的走路的时候，各位小朋友不能说话，大家能做到吗？能啊，能，非常好。我已经听到大家响亮的回答，能啊，很好。那么一会儿呢，各位小朋友会双手啊，这位小朋友来上前，我需要一位男宝宝和一位女宝宝啊，很好，今天大家这么热情的，好，来，还有一位女宝宝，来，好，只有2位，好，3位就3位，来，3位小朋友，我们面朝，好嘞，等一下，坐回自己的座位啊，我们面朝我们所有的同学，今天3位小朋友，2位女宝宝和1位男宝宝，要给大家做一个示范，一会儿我们在我们拈花湾特殊的走路的时候应该怎么走啊？所以台下的各位小宝宝都是聪明的宝宝，台上的宝宝是勇敢的宝宝。各位同学一定要看清楚，好吗？啊，来，先请3位小宝宝来，我们给到我们拈花湾的3朵莲花。大家说拈花湾的这个莲花美不美啊？美啊，美，非常美。来。首先，我们看到，我们用双手呢托着这个莲花，双手托着这个莲花。然后呢，要做到什么呀？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腰背一定要挺直，对吗？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走姿，那么首先啊，请3位同学将自己的腰背挺直啊。自己的小腰背挺直，很好啊，非常的直啊。接下来呢，我们要把这个莲花呀端平，很好，双手捧着它端平，哎，非常好。然后放在哪里呢？放在我们肚脐上2指的位置，自己2只手指的位置，根据自己进行调节就可以了啊。那么在走路的过程之中，老师也说过了，在走路的过程之中，我们一定要做到不说话，对吗？一定要做到不说话。今天各位小朋友要锻炼自己的一个耐性，所以说在一会儿的进行的过程之中，各位小朋友
我相信都是非常聪明，也是非常有自控能力的。那么在进行结束的时候，各位小朋友如果表现得非常的棒，那么老师会有奖品来送给大家。但是，各位同学注意，我们的奖品不一定是每个小朋友都有，所以说各位小朋友都要发挥得非常棒。大家说好吗？好，非常好。好的，谢谢3位小朋友，来可以下去了，非常棒，非常棒啊，非常棒！把掌声送给他们，啊！好，等一下我们要回味啊，回去，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啊，那么一会儿呢，我们的2个漂亮的小姐姐会给每一位小同学都发放1朵莲花。那么发放完莲花之后，就跟着老师一起来进行我们拈花湾特殊的行走。大家说好吗？好。那么大家对自己有信心吗？有啊，非常好，非常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我们2位漂亮姐姐来为大家发放莲花。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以及我们今后的走路过程之中，我们要保持安静，对吗？好的，非常好。来，第一排的小宝宝，先到我们的老师这儿来领，来排好队伍啊，不要挤啊，排好队伍啊，排一排来，一排来，拿好之后，我们在位子上就坐啊，来，第2排的小朋友上前啊！来，我们要排好队伍哦。跟过去，小朋友，来，我们下来啦，跟过去好吗？拿好莲花的，拿好莲花的，我们要排一下队啊，跟着我们的老师走啊，那么各位小朋友，我们一定要安静啊，我看哪个小朋友是最乖的小朋友，一会儿奖就先发给哪个小朋友啊。